观众朋友，大家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文清平安。文清伫泰国，老师我伫台湾的台南。伫台南吼，做伙要来看观众朋友用台语讲啥物？讲讲阮的信仰加讲台语的圣经。是用台语来看上帝讲话，听上帝的话吼。咱今仔日呢，要来讲无听话会发生啥物代志吼？这个题目有人会当约看卖啊无？这边怎讲？婚教嘛，婚教。婚教甲大尾鱼会放做伙。嘿，对啊。为虾米搁一个海顶吼来看这个图吼？有读过圣经的，可能知咱要讲啥物故事对无？今仔日要来讲婚，但是为虾米是婚教？那么是我上几步哦，进前吼，未听老师讲的时吼，毋知影。大家当约看卖啊，婚教是啥物意思吼？好，老师，伊细汉敢有无听话过？还是拢足乖的？细汉会足无听话，常常叫人修理。真诶吗？那我共款诶吼，要去紧走，无叫人修理会死命啊！去紧走。阮如果紧走吼，会转来叫人修理啊，愈更加厉害啊！安尼啊，食滴啊大汉诶呢。所以呢，咱今仔要来看一个先知吼，伊无想要听话，较紧走吼，走了有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哦？离迄个圣经的旧约吼，大约离即个耶稣出世差不多750当至800当进前吼，有一个先知。即个先知非常非常的有名吼，伊叫约拿。我正下捌讲过吼，离以色列人因的名拢有一个意义啦，甲伊的意思吼。约拿即个名伫即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吼，叫做井。这井吼，咱本人听无啦吼。伫台湾有人吼，即井叫做婚教啦吼。我一工，阮同事住伫即个家庭啊，即个附近即个所在吼，伊讲即叫做红卡。红卡吼。即个咱刚才讲即个婚教吼，咱知早常爱运动，拢会放种气球甲放鸟啊吼，叫和平鸽吼。对。和平鸽吼。婚教伊有一个特性啦吼，就是足听话、足顺服。伊足乖，足乖吼。所以这约拿吼，照你讲吼，应该是足乖足听话的人啦吼。为什么咱有讲这无听话的先知咧？咱继续来看吼。来看后壁。我以为伊是应该是爱听话。约拿吼，伊伫即个当时受圣神，就是上帝吼的差派，要叫伊去一个城，叫尼尼微城吼，去传上帝的福音吼。所以因为伊吼无爱哦，所以伊会用求速，紧逃走，紧走吼。一般先知吼，敢是拢爱去听上帝话，上帝讲叫伊安怎去行，伊都爱行。但是即个无用，失去先知的本质吼。所以咱约拿书1章1节吼，耶和华的话临到阿比泰的囝约拿。咱前届吼，林老师讲过吼，上帝安怎甲人讲话？有足侪种方法呢，嘛有做梦的对无？对嘛有直接讲的吼。咱毋知影，咱毋知耶和华上帝安怎甲即个约拿讲话啦吼。但是吼，伊约拿讲吼，你起来去尼尼微迄个大城，出声警戒因，因为因的罪恶透到我的面前。你拢知影即个尼尼微城吼，约拿早伊是伫迦南地嘛吼，迦南地伊倚近地中海吼。但是尼尼微城伊本身是亚述帝国的一个大的城，所以照你讲啦吼，伊应该是伫迦南地的对面。东边哦，咁是东边。东边对。如果上帝叫约拿去尼尼微城，伊爱安怎行？爱行下地。
行陆地，行大地，往东行。嘿对。啊，但是呢，嗯，咱看后边吼，但是安尼哦，但是发生啊吼，嘿，但是伊无想伊到要为到遐行，伊无吼，是照你讲迄是行大地，敢若讲行陆地吼，往东边行，啊行去呢是啊，但是即人吼，用那伊讲啊，当时人吼，为什么用那伊无爱去，我会当理解啦吼，当时嘿，亚述帝国吼对犹太人非常无友善。因哦，境界因咧修行时，伊就来抢，啊嗯，境界伊假使有一个好物，伊就是出兵来攻占。啊，如哦，果上帝叫我吼去讲上帝福音，传即个尼尼米是啊，即个人，非常是，你敢要去？可能无爱哦，迄种歹人，谁若要甲伊讲，迄个上逐家拢救我嘛吼，啊，我得传上帝福音互伊，不如吼上帝一界吼，用火来烧烧死，啊，会着因迄个死互乌完，这上介好。安尼因后摆来救我，敢是安尼？对无对，啊，但是正啊，用常人啦吼，拢我想如果我是用啦，我嘛会安尼啦吼。啊，但是吼，伊是先知啊，但是惨啊！上帝叫我去遐，我无爱去，啊，要办，我紧来走。啊，所以吼，伊就为伊大出来买张船票，要逃走往西边行。啊，伊西边就是海嘛吼，所以讲吼，伊就买船票，啊，上船，哇，惨啊！上船了后，一般你知影吼，你会行，你用咱那款行船的时阵吼，拢会经啥物时阵去行船？可能是迄个迄风带好顺风对吧？哦，顺风啊，风平浪静的阵，啊，行船会足顺利对无？吼，对，我想啦吼，即只船伊要往地中海行，伊嘛会经这时阵。啊，但是呢，是毋是咱看吼，海上拄着风险。然后第一章第四来讲吼，总是摇花互海起大风，海中风涌惊涛，直到船要破。吼，啊来，水手真惊，逐人哀求伊的上帝，因用船内的火物ฮ็落海，因为要互船较轻。独独用那已经落船倒底好困。用那阮当时讲啊，顾在啊，反正我着要逃走嘛吼。啊，上帝叫我往东行，我往西行。啊，反正顾在啊，啊，但是我想啦吼，用那应该知影伊为虾米会拄到风险，因为上帝会找伊，上帝知影伊船倒底会困。对，所以伊啊，就但是一般互咱知影吼，会继续嘿，困。但是咱知影吼，一般去行，咱讲行船的人吼，特别迷信，因为有可能我出海，我毋知影，我会拄到啥问题，所以因会去拜，比如讲台湾一寡迄个讨海的人，就是掠鱼的人吼，伊会拜啥物？拜妈祖吗？拜妈祖、拜王爷嘛吼，台湾是拜妈祖，嘿，啊，我相信你当时遐个行船的人，伊嘛会拜因的神明。啊，因拄着即个问题，因会安怎办？咩办哦？较紧拜啊，较紧拜吼。伫比如讲，我拄着我问题，讲啊，上帝啊救我对无？会安尼讲嘛吼。啊，但是因拜因的神明，因为想讲啊，紧诶，我诶啥物人救我啊？啊，但是因哪救，种风涌无煞。啊，但是伊得看好一个人伫船倒底困，即人是用哪？伊讲吼，啊无咱安尼，咱伫即个风涌内面拄着即大风涌，一定有人做歹代志。啊，无咱要怎做？咱来做抽口啊，做签抽口。啊，口，迄个口去抽着迄个人，绝对是歹人。哦，对。啊，抽啊，分身也抽完啊，啊，我嘛抽完啊，林老师也抽完啊。到往上抽着，啊，用啊抽着，用啊抽着。哦，来，咱看后是用诶。哦，抽着用啊用，伊甲因讲吼，你掠我迄落海，海就平静，因为
我知恁拄着即个大风是为着我的缘故哦，来啊吼，伊知影吼，迄个伊大风应啥？因为伊逃避上帝予伊的命令，对吧？好，是。来15节讲吼，因就掠约拿迄落海，海的大涌就平定。哦，真正哦，迄落了就无代志啊，因为即个人害阮拄着大风涌。是。来，咱看16个吼。遐个人就大大敬畏耶和华，献祭予耶和华，搁下愿。哦，上帝非常非常的高借机会吼，伊知影讲，约拿伊毋听我的话，啊，伊伫遮叫我掠着，但是遮个人无缘无故去受着遮个大的惊吓，因为即个大的惊吓了，因为即件代志来明捌耶和华上帝。是。尊敬这个人无缘无故去受到大风影吼，但是因为安尼，因去明白这上帝是耶和华，是大有权能的。对，因为因其实无想要甲伊弹落，对无吼？弹落了，佮发现真正诶吼，所以因就感觉因就相信讲即个上帝吼，约拿诶上帝是真正诶上帝吼。是真诶吼，是真诶。我会想啦吼。约拿叫因遐个水手吼，就是遐个惊罪人会弹落去。你想讲伊敢袂惊？伊敢袂惊？嘿吧，嘿啊，伊想讲，可能想讲，无死就死啊，对无吼？啊无袂当害遐尼济人。我会想啦吼，我会想吼，啊，反正抽考抽着我嘛吼，啊，因这大风影嘛是因为我诶缘故来引起诶嘛吼，啊无死就算吧。上帝要叫我去。从即个福音传互我无介的人，啊，我走美丽船岛底，啊，你得找着我，啊，无死就准煞吧，死就准煞尔。因为阮咱袂，我想伊当时阮咱袂惊，啊，就是甲上帝斗阵，啊，就死就煞尔嘛吼。但我相信，啊，去落水了，去食着海水时阵啊，绝对会大惊吓吼。我想如果我一定会惊死，我惨嘛，我袂晓收水要怎办？我想啦吼，应该约拿吼，应该有影凉收水啦。我想应该有影凉收水吼，因为啊无伊落海了，啊你要收倒倒去？大海要收倒倒去？来，你感觉看过大尾鱼无？大尾鱼若足大，我毋捌看过。我敢若看过大只迄个龟啊，有无？海龟迄种。你捌去钓鱼过啦？比我较大嘿，我有看过嘿，但是鱼啊，你敢知影世界上大尾鱼啥物件？上大尾鱼就是听讲是蓝鲸哦。蓝鲸啊吼，圣经讲啦吼，这个水手将约拿等到海了后啦吼，有一尾足大尾鱼将伊吞落去。啊，实际上是啥物鱼我毋知啦吼，但是有种叫做金鱼，你讲叫蓝鲸嘛吼。啊，即种鱼吼，伫台湾叫做海昂，叫金鱼，叫海昂吼，海昂。啊，我想有可能种物件，有可能种鱼啦，但是有可能嘛毋是，因为圣经内面无写嘛吼。啊，但是而且反映一件代志哦，约拿叫鱼吞了了，有死无？无死呢。无死吼。伊伫内面腹肚内面3日。嘿吼，来，迄个。117章咧讲，耶和华必办大尾鱼吞约拿，约拿伫鱼腹肚内3日3暝。啊，你我想啦吼，伫鱼腹肚内要3日3暝会啥物情形？一般吼，咱人诶腹肚有胃液嘛吼，啊，我想鱼仔腹肚嘛应该嘛有可能黏黏伤伤，啊，再像我伊食嘅物件，我都较介意物件。咱来讲啦吼，缩水，你捌听过缩水？就是喷汤倒入喷诶物件。我想阮当鱼仔腹肚内是个物件臭诶物件。是，内面有迄消化诶迄个物件，对无吼？伫内面。来，咱来看下一张。做伙伫内面安尼。我想要问观众朋友诶，你诶话，你想要你会选择去甲人，甲遐个歹人讲
上帝听你，还是你的选择吼，去互鱼吞落？诶，若会当选的话吼，我想要试看觅去互鱼吞落是啥物款？如果我袂想要个鱼吞啊，我嘛歹去迄个所在啊，因为我有去迄个所在叫伊掠去，叫伊拍死吼，对啊，嘛有可能行到，因为因要经过迄个到迄个泥城中间有可能要经过足久的路，有可能会去拄着歹人，会可能无边仔通去食，我袂到进前，我会死伫半路嘛有可能啊吼。真正诶，就像即阵有一个足侪国家吼，啥物銃是会当家己凊彩人就会当有銃啊吼，凊彩会当扫射迄种，你会感觉安尼去即个国家敢有安全安尼吼？而且即个年像即个亚述帝国吼，行去求即个伊斯兰吼，我有可能去着叫未行到煞就叫拍死啊吼，叫掠去做奴隶啊，有可能足吼。恐怖诶，所以还是去互鱼吞就会较好啊吼，对无吼？我会想吼，伫即行诶中间吼，要哪去互鱼吞伊巴肚内吼，但是我相信伊吞伊巴肚内了，惊吓变做一个毋知影安怎样，所以伊伫大鱼诶巴肚内吼。祈祷3秒，才伫迄个约纳书诶2章1就讲，约纳伫鱼诶巴肚内祈祷伊诶上帝耶和华讲，我拄着患难求告耶和华，伊就听我。我对淫妇诶巴肚后叫，你就听我诶声。开始吼，原底要闪避上帝。即马开始求告耶和华，救我啊！我相信，用咱伫鱼巴肚内3秒吼，对伊无听话，了对伊后面免怎离开鱼巴肚，我相信伊有真大诶想法甲忏悔啊！咱期待后一回，咱将愈啊精彩诶代志，愈啊精彩诶故事放伫后礼拜。所以即个故事还未讲出来哦，咱后礼拜吼，同一个时间佮继续吼，要来讲，来继续发生啥物代志？伫鱼诶巴肚内面3工应该有够啊吼，这会当喘气呢吼，这是，会可以应该是无食物件吧，吼，还是知影鱼食物件咯，伊甲甲物件做伙有食遐物件无？我毋知啊吼。迄若我应该是食袂落吧，同遮尔臭诶物件做伙吼，来个黑暗吼，伊嘛是无电火对无吼，来内面看无吼，毋知影到明仔载吼安尼，所以咱当观众朋友，你会当要继续写看觅下哦，你感觉发生啥物代志吼？来吼，若准是你诶话，你会选择去遐甲因讲吗？你要安怎甲因讲呢？来，咱来当搁继续来看有哪这是啥物？婚教，婚教吼，伊安怎甲遐人讲？还是伊3暝3日了后，敢搁有真正听话吼？敢是真正有？继续逃命，如果我会继续逃命啊！继续走吼。安尼好，安尼多谢老师。后礼拜一的 AM 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做伙就来讲台语。多谢观众朋友支持吼。安尼后礼拜再会，空中再会。